我就觉得，还是我不说了。他就是那个压力该有多大？你想想。谢谢老师。网络评论会说，你经历过一些那些事情，你凭什么来参加那么青春的节目？哇，我懂了。很多女生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事情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不要理会。我活在这个网络发达的年代，可是我一点都不活在评论里面。所以，爱自己，做自己，勇敢的往前走。加油！没关系。对不起。所以我们并不了解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。不说 ，OK， 好。但我觉得无所谓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你也不需要去回应那些言论，因为这是你的人生，是你自己在过。大家对他的质疑就是说他不符合女团的标准。那的确也有一些大众对于女团会有一种要求，甜美可爱，没有太多的社会经历，被塑造的很类似。可是谁说女生只有一种样子？我们女生可以千变万化的，所以这个是会让我会很想要去思考，说我们到底在这个《青春有你》第2季，我们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女团？我觉得一定要打破那个思维，然后让女团有一种进化。我的这种形象可能与传统的女团风格可能有一些不符，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有更多的可能。